嗨，我是你们的朋友阿木。今天我带你们看的东西 so amazing。鸡蛋每天都吃，除了吃它，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？真别说，在我们大合肥有一位手艺人可以将鸡蛋壳做成精美的作品。So stay with me。蛋雕在我国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。白居易的诗句中，玲珑楼机子，宛如彩球花，里面的楼机子指的就是蛋雕，而在合肥这面传承的蛋雕称之为泸州蛋雕。礼义人之心小。哇，这里还有哪吒呢！拿一箱宝贝给你看啊。好，可以。刻了很长时间了。哇，这么多呀！对，你看这个松鼠的毛发，哇，立体感，还有眼神，它抱着一个东西在吃。这是 unbelievable， 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哇塞，这么多火车呢！这个是我用了很多年刻了一个系列的火车蛋雕作品。哇塞，高铁现在都很对，大家都是用高铁了。高铁你经常坐吗？对，我经常都是坐高铁。对，高铁对吧？高铁让我们生活太方便了，更方便对吧？用这种刀片进行雕刻，你看你所有拿的作品上面，这种白色就是用刻刀刻出来的。哇塞！对，中国书法你写的怎么样？还是，不咋地，也不是很好。我们先写一个，然后我们互相先学习一下啊。该你发挥了啊！我努力啊，我试试。这样好，不要去转。哦，对，小朋友转不成，你这蓝斯卡转。最大一个就是，所以就是，这是我害怕被把它给破了。破了就破了嘛。中国有句话叫“岁岁平安”，碎了也就平安了，是吧？慢慢的。可以跟你同学们可以展示呀，蛋壳会变魔术，我会刻出来，大家克不破，对吧？小心。再过来以后，你看，穿过去，把这个线拉过去，线可以拉过去，你看是不是穿过来了？对。这是那有叫穿针引线，对吧？哇，看这个刻完了，中国巴基斯坦中巴友谊。哇，这个作品送给你了啊！谢谢老师。中国中巴优异。